後左右邊一忽會痛啲。內側。咁原來咧，我近期跌過幾次咧，可能都係因為呢一個關節出現有少少嘅毛病。我哋中醫所講不痛就同裏邊堵住咗啊，或者係平時冇去按下嘅人就會咯。即係踎低起身嘅時候咧，就應該係側邊比較痛啲嘅。當關節組織發炎腫脹或者腿部血液堵塞，都係導致膝頭痛嘅主要原因。想要精準擊退膝頭痛，可以選用我哋嘅醫療吸筋膜刀，消炎症同通血氣，減輕關節負擔。好針對性可以幫助到治療嘅性質。拳頭將兩隻腳夾住個拳頭佢先，係啦，夾住前面呢度嚇，盡量呢個膝頭哥到大髀呢度咧就唔會去喐嘅。佢仲有一個專人啊，教你做一啲運動啊，或者伸展嘅動作，咁令到你日常都有一個保健嘅作用。而家只需要優惠價380蚊就可以進行一次嘅儀器治療，首50名預約，仲額外送你專業手法筋膜放鬆療程，名額有限，即刻登記啦！